主后2025年9月2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绝望的挽歌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以西结书19章第19、14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19章。你老母是西母，趴伫西群的中间，伊伫养命的狮中间养育细只狮。伊甲一只细只狮仔饲大只，互伊成做少壮的狮，会晓掠蜡物吞食人。列国听见，就用함坑甲伊掠起来，用钩仔甲伊拖去埃及。师母看见伊的期待落空，心绝望，就搁饲一只细只狮仔，互伊成做少壮的狮。少壮的狮伫狮群中行来行去，伊会晓掠蜡物吞食人。伊破坏城堡，毁坏城镇，伊好趁人惊吓，全地拍远。周围的列国对四面围攻伊，因设罗网乌함坑甲伊掠起来，因用钩仔甲伊交地，关入笼仔内，带去巴比伦王遐。因甲伊关伫坚固的监牢，以色列的众山无搁听见伊吼的声。你的老母亲像葡萄树栽伫溪水边，因为水源充足，枝叶茂盛，熬结果子。伊的树枝用决定，通做统治者的管。这丛树大丛，比茂盛的树蛙较悬，伊的树枝球悬远远就看袂到。毋过，这丛葡萄树因为上帝的受气，连根拔起来，歇伫土骹，果子互东风吹干，顶的树枝就压断高大，互火烧烧去。当伊受煞栽伫旷野，种伫干燥无水的所在，树丛着火烧毁树蛙甲果子，伊无阁有顶的树枝通做统治者的管。这是一首哀歌，这首哀歌一直流传。绝望的挽歌，这是一首为世人所写的挽歌，哀悼国家遭遇不幸的危难。上帝爱先知以西结哀悼的对象是以色列的两个王，第一位是约西亚王的囝儿约哈斯。主前609年，埃及法老尼哥上到幼发拉底河帮赞亚述王。约西亚王去抵挡伊，结果战死伫米吉多。后来，埃及王尼哥甲属任做犹大王这3个月的约哈斯掠到埃及，约哈斯就死踮埃及。第二位是约雅敬王的囝儿约雅斤，伊在位也只有3个月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伫主前597年攻打耶路撒冷以后，将约雅斤王和一群犹大精英掠到巴比伦。约雅斤受关37年，最后死踮巴比伦。以西结写挽歌，对倒甲伊同时代的这两位在位干那3个月的王。后来，以色列人也代代流传这首挽歌，以记取历史教训。这两位王上任无偌久，就互敌人掠走，客死异乡，承担整个国家民族的悲惨命运。回顾以色列人定居迦南地的历史，
王其实是因向上帝讨来，因为因希望亲像其他国家同款，有王通治理。一开始，先知撒母耳反对，因为上主就是因的王。但是上主最后犹原同意撒母耳为以色列人立王，对安尼展开以色列王国的历史。历经大约400多年的南北王国历史，最后拢以失败收场。后来，以色列代代流传这首挽歌，除了对倒两位王，搁较是回顾国家的历史。为什么以色列王朝精心培育出来的王子会落败呢？为什么西母所养育训练出来两只雄猛的少壮狮仔，会互外族人关入去笼仔内，正做阶下囚呢？以色列的历史是一部不断面对苦难的历史。伫哀叹声中，因勇敢询问上主为什么安尼对待伊的选民。上时阵，以色列人也伫哀叹中自我反省，期待上主对以色列民族的救赎。台湾人的历史也是一部苦难的历史。台湾对被殖民、威权统治行到民主政治，是真无容易的过程。因为安尼，人民对总统的期待真悬。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捌讲，总统是希望的化身。对台湾历届民选总统，包括李登辉、陈水扁、马英九、蔡英文、赖清德的选上，咱看到总统对国家的重要性。400年来，台湾也在找找一条出埃及入迦南的救赎之路。像是摩西，像是约书亚，这是台湾人的期待。但是以色列人甲上主伫西奈山的盟约才是关键。台湾人对国家的愿景是毋是符合上主的旨意呢？这是咱需要反省的所在。默想：民主政治甲基督教信仰的相关性安怎？民主政治甲基督教信仰的相关性安怎？咱来祈祷：慈悲的上帝，愿你的慈爱临到台湾，以利台湾人受伤的心灵，互台湾人会当行出过去历史的哀痛，有信心迈向光明的未来，建立一个符合你旨意的国度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